贵转来嘞。哟，几多查？佢真心奋斗小姐咩？你看记下来偷心噶，你想看啊？佢当个时间个家父卡嘅概念，根本都唔到去，除了啊，最少买条价。嘛系吼。要是坏事落后事未来，佢究竟尊重自家系丈夫驸马啊？冇按多嘴。文贵，小秋，小秋好，恭喜东西。嗯，我系纳森府内关嘅。我喺你做乜解？你啊，你係照你嘅 size 做嘅，就係你嘅。做唔得啦，你啊太贵重咧，我做唔得收。用做唔得手，你先你做起來好看排挑嘅。文貴，咱問因同我輩，要曉得做好説好，做唔得開台設價，對麼？大家看到吼，碰上人吼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講按到位吼。不過其實咧，如果自家有自家嘅想法，想好自家做哪啲事情啊，譬如生意唔好啲，後輩人樣提突突吼，指定人講吼，你應該用辦法做，你應該用辦法做，今年老咧都時間落去排單詞啊，嚇，來學下會好嘅係冇？去看一下，來學一下呢一台，學到哪啲詞彙咧，第一隻。家业家大业大，家业家业，狗一百哦，家业。好，他家的家业根本轮不到他。你是讲温贵哦，因为家系慢子嘛，他家的家业根本轮不到他。家父卡嘅家业根本轮唔到佢，家父卡嘅家业根本轮唔到佢啊！好，下步介紹咯。老板，好，學過了。老板的下位按到偷價，偷價，好，就講機咯。講咧温貴哈，在這裡至少也是老板嘛。第二，最少也係偷價。第二，最少也係偷價。好，下步我學嘅詞彙係乜嘅？壞事。壞事，壞事，再來，顛倒了，好事，好事，好事，有壞事，咪有好事，到底係乜嘅咧？係壞事來，好事也來，壞事來，好事未來，壞事來，好事未來，用完用盡哦，再來兩隻詞吼。非常棒哦！驸馬爺用乜先講咧？驸馬呀，驸馬呀，佢講句哈，真的當自己是張家的驸馬爺啊！哈，真嘅尊做自家係丈夫驸馬呀，真嘅尊做自家係丈夫驸馬呀。哎呦，講句了。下邊，這個東西非常的貴重，貴重，貴重，當貴重哈。下邊，這個太貴重了，這太貴重了，倆太貴重咧，倆太貴重咧。好，
其上来看下，家下要讲到嘛，所以连沃卡杜嘅私下意思来讲哦，来批评讲咯，所以对佢吼是踢踢突突咯，就讲说啊，哦，了声音根本係看上，你掌握嘅財產這樣表達嘛，所以家下就看到吼，看到啲聲音又係事情嘅價值家下，你要有勇氣。用乜嘅咧？不管拍聲音對應用百姓講，也係講呢一下都到難關想辦法嚟去強過去。好，香港前哦，莫看後輩發生呢啲事，還要堅持下去哈。不論係談戀愛，又係做生意，是有可能都到咁樣嘅情形，下來繼續來看下去，是係做差米生意家下。也都有主角，佢都有相信嘅事情，香港愛什麼嘅事情係哪度咧？